来继续来看这个台积电顶礼拜四举行着法人说明会，同港嘛是台积电所属的特chế绿色金顺乖乖开始卖第一天。今仔台积电厂区内底超商有咧卖，一包是卖24块。 有人买到了后，马上提到网络顶转卖，一包上济是卖到666块，讲比台积电的股票起了还较凶。甚至有人阁特别来注明讲，这台积电的乖乖是台湾的神秘力量。用台积电做饭票有淡薄困难，若是要买一张台积电的股票，嘛是无遐简单。 若来买一包台积电乖乖，敢有困难？台积电伫2024年联名限定的乖乖，18日厂区开始卖青色的金顺乖乖，一包24块，一摆讲要买2包，上济会当买一箱12包，288块，也毋过经过一暝尔。 有人可能网络顶拍卖一包变500块，佮困一暝，佮变成666块，起27倍，比台积电的股票起佮较济。专家佮写讲，这是台湾的神秘力量，到底有偌神秘？工务上的规矩，期待放乖乖冻刷，外包装都要青色的，袂使放黄色还是红色的。 因为机器顺利运转会导青灯，机器若故障就会死黄灯还是红灯，还有使用期间袂当甲食掉还是换掉，若无就会武功尽失。乐事马铃薯片甲肯德基合作，有推出上好行家口味的马铃薯片，记讲的芳芳鸡嘛是有，阁有地糖花甲成香丁联手推出观音拿铁光心酥，要味丹将小米红豆冰淇淋变成汽水。 顶用火锅，搁找孔雀芳酥菜，食火锅过当食一包。皇帝赐我国姓，取名成功，就是要重建大明，收复台湾了。我一定要成功，成功。郑成功变成四手啊，加麦芽酒。台湾文化局穿越时空，甲郑成功合作，考试要成功，比赛要成功，拢找郑成功，话题甲销售量一路拢真成功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